走进徐明峰的工作室，目光先被画作吸引。老师的版画喜欢古拙的线条，所以都用这种刻板，对不对？刻完板之后呢，要层层透色。好好奇哦，这边用为做，接下来要怎么做？哦，这样老师要示范给我们看。对，跟老师去。上油墨、刮板，要成就一块版画，要像这样层层套叠。满是作品风格独特，跳脱了民俗节气，把具象为抽象。徐明峰重新出发。以前是走比较外向的嘛，我看到的是什么，我就把它呈现是什么。现在会去追求那个内心的内涵的部分，就是说，看到的东西我把它消化。做一些我自己想要的，就是这样。跟他对话是一种感情的直接的发泄。跟人家讲话，我要考虑很多。艺术是种当下的共鸣。这幅耀动，用色大胆，3个对比强烈的色彩撞击出火花，有澎湃，有激动，还有艺术家最直接赤裸的心境投射。我在做这个的时候，那个情绪很嗨。我通常都会比较情绪的时候，而且那个电动雕刻它刻下它有声音嘛，会有节奏这样。然后再撕这样，那个感觉就蛮好的。没受过正规美术训练，在摸索中跌撞成长，因为知不足而更努力。尽管起步的晚，面对创作瓶颈，不墨守成规，选择自我突破。都像我这个东西要走入新进的东西，你就必须要看很多的书。艺术就是在追求一些共鸣这样的。补足养分，大步前进。徐明峰的艺术之路还要继续火热。46岁的徐明峰老师，2年前才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，而现在他是国立艺术大学研究所最老的学生。可是，诚如他说的，学然后知不足，或许这正是他可以不断突破的主要原因吧。10點安用嘅來做，停捱來；10點安用嘅來做，停捱來。